镜头转来到国内，为着要解决国内薪水上低的问题，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进前要提出公司申请上市上柜，应该要审查因上低薪水。那金管会表示，敢要立即审查项目，就该爱详细评估。因应国内薪水上低欠工，抑个引入移工的问题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讲，企业伫咧申请上市柜的时阵，要有上低薪水的审查，比如讲3万以上。对此，金管会做回应。如果有必要将请公司说明及承销商评估，申请公司员工薪资订定政策发放情形，同产业比较薪资是否有偏低的情势。金管会表示，伫即马证交所加柜买中心伫咧做上市柜 IPO 审查时阵，亲像企业的财务业务、抑个公司的人力资源、劳财计划加薪水。或者是过去是毋是有发生过重大劳资纠纷，拢会纳入是毋是准的参考。伫目前金管会有4大措施，比如讲企业替员工加薪水，伫咧评鉴这部分会当加分。伫年度财务报告爱公布非主管阶级别员工平均的薪水，一个个别的董事酬金也会对外公布。上面是推上台湾冠薪100薪酬的指数。我认为是好的方向，好的事情。上市柜这是在这个行业的前5名、前10名公司啦，所以都不会低于3万块以下。低薪的族群大部分都在服务业，你服务业要怎么去把它提升上来？我跟你讲，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你降低服务业的税，然后把这些降低的税把它溢出到这个员工身上去。针对 IPO 审查的条件，若是有纳入上低薪水的条件，专家认为，安尼是企业的顶头有政策，下口有对策，可能会出现资遣薪水较低的人，或者是改制派遣能力，颠倒会出现反效果，造成社会部分不安定的因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